走，回去。好。那我就拿这个吃了。兰儿，你们玩什么呢？嗯，咱们一块玩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帮你进去。严大哥。哦。哎，嫂子。哎，燕大侠回来了。哦，大侠回来了。大哥你好，快进屋去吧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大侠，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呀，这次好好歇着啊。大哥，钱够不够用？够用，上次送来的1000两银子，还剩900多两呢，连明年都够了。这些孩子都是没爹没娘的，一定不能委屈了他们啊！大侠你放心，我和你嫂子一定尽心尽力的好好的照顾他们。燕大侠今天就不走了吧，在这吃饭。不了，嫂子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得到城里去一趟。哎，这么急干啥？进去坐坐，先歇会儿。不了。哎，我现在去帮你担水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不用。哎呀。燕逍遥，他没什么名气，我也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的名字。不过，他在我的杀手名单上，酬金可是最高的，而且他从来没有过失手的记录。仅仅最近3年，死在他刀下的武林高手和一派宗师，至少不下10个人。不过，他也是一个很古怪的杀手。怎么个古怪法？他无恶不杀，妇女不杀，儿童不杀。一看，我都要贿赂他。起来，接待人来了，快点。将军，20多天前发生了一桩大事，不知将军听说了吗？持镖的商队突然在沙漠中神秘失踪了，只剩下持镖一个人生还，他居然还要行刺刀爷，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呀？我听说，走。鬼火眼巴，我知道是你，赶快出来吧。大侠果然了得。这几个月生意不错吧？想不到你的消息也这么灵通。
我还听说，谁看见了你的鬼火，谁就看不见日出了。不错。今夜月黑风高，鬼火通明，看来又有冤魂要赴黄泉了。不愧是老江湖。鬼火眼巴，有钱就杀。哈哈哈！让你见笑话。咱们就不能各走一边吗？那不叫眼巴。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鬼火既已点燃，那就一定要有人倒下，或者我，或者你。谁？为何深夜在此？会为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有何指教？你年幼丧父，为报家仇，杀死恶人，从此嗜血为生。请问前辈尊姓大名？这无关紧要。那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我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我想用3万两黄金买一颗人头。买谁的人头？费陀商队的刀爷。刀爷？正是。刀爷侠肝义胆，传遍江湖。要杀他，找错人了。一派胡言。刀爷曾和小孤城的城主池千里结拜兄弟，为了夺得孤城大权，竟不顾兄弟情分，害死池千里，还将他的人头献与匈奴人。有这种事？现如今又将他的儿子池彪押入大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小孤城人人皆知。他在哪里？小孤城。燕逍遥，你的银两交给谁？洛阳四海钱庄。
冯一刀，我没认错你吧？你来洛阳干什么？洛阳是京城，首善之区，好看的风景一定不少。你在江南作案多起，给我惹了不少麻烦。皇上训斥刑部无能，我这个司寇寝食不安呢。如今你又来京城，你说说，是不是想让我连水都不能喝？你想怎样？很简单，我想让你拔刀。我的刀很快。我知道，可惜本官职责所在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不愧是独步天下的第一口快刀。是啊，还有一个人，只怕比我更快。大人太过谦虚了，还能有谁的刀能比大人更快？是啊，还有谁呀？啊，燕逍遥。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，那你应该马上逃走。我能逃到哪儿去呢？即使我能逃得过你，我也逃不过别人呢。照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我应该一刀杀了你。你可以杀了我，我绝不怨恨你，绝不。虽然我们算不上什么朋友，但我一直都很信赖你。我知道，可你却出卖了我。你看我唐四海算不算一个精明的商人？过去你一直是个精明的人。那你想想看，3万两金呢，我却连一粒金屑都拿不到，而出卖你，比赔了3万两黄金还可怕。这样赔本的生意，我会干吗？莫非你受到了胁迫？不说出你的行踪，我就会死。而说出了你的行踪，我不但可以得到一大笔钱，而且你能拿到3万两黄金。这事儿要是换是你，你会怎么去做呢？我不是来问你为什么要出卖我。我知道，你想问的是我究竟出卖了你多少秘密。你出卖了我多少秘密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已经开始讨厌你了。可有一件事情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
你是不放心那些孤儿？你知道那些孤儿都是我收养的，我不想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不管你是否也出卖了这个秘密，但从现在起，我让你负责照顾他们，所有的费用从我账上支取。如果他们有任何意外，即使我死了，也会有人来取你的性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了。何必这么多礼节？有话直说吧，司寇大人。这恐怕是天底下最美味的一道菜。不必这么多礼节了，有话请直说。怎么样，难以下咽吧？不知道这个菜怎么个吃法？哎，只需稍稍加工，便是一道美味。如何加工？这是一颗人头。谁？魔剑玉猴。你和他有仇？没有，我是为了朝廷江山，这不大像你的为人。班勇被诬陷入狱，这你听说了吧？这事与我无关。诬陷班勇的人是敦煌太守张郎，而张郎的妹妹又恰恰是南天心的夫人。出面诬陷班勇的人是张郎，而幕后主使却是南天心。这事又与我何干呢？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燕大侠此时应该挺身而出啊！天下又不是匹夫的天下，他兴也罢，亡也罢，跟匹夫有什么关系呢？燕大侠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冷漠？人人都知道，燕大侠你救天下为己任，难道你就不能帮我一把？你就不能告诉我真相吗？哎，小二，再烫一壶酒来。有些事儿，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不知道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做的。有人出10000两黄金，你干不干？ 10000两黄金。
我想你能找好多人去做这件事情。燕大侠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？所有拒绝我的人，没有一个现在还活在世上。多么美味的一道菜肴啊！可惜没人吃。您所征调的那些高手都已经接到了密令，除了鬼火燕八之外，其余的都已经出发上路了。燕八呢？燕八已经死了，弃尸荒野。他死的地方，路旁的树上挂着那盏追魂灯。杀他的人，就是他要杀的人。那人是谁？现在还不清楚。他是怎么死的？被人用刀把脑袋劈成了2半。别处有伤吗？没有，一刀致命。燕八他是一个一流的刺客，在江湖上应该排名在前10位。能够一刀杀死燕八的人，有几个呢？飞鸽传书说，鬼火燕八在临死的前一天，曾经打听过一个人。打听谁？一个叫燕逍遥的人。燕逍遥，属下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。是你的幸运。传我的命令，调查燕逍遥的行踪。是。那我就拿这个。那两个是汤吗？陛下，臣得到一个密报。什么隐情？这次朝廷的大军进攻西域，攻伐顺利，是得到了飞驼商队的帮助。朕知道，不过他们拒绝了朕的封赏，倒是有些奇怪。飞驼商队势力庞大，过去只受定远侯的节制，现在则只听班勇的指挥。密报上讲，飞驼商队所以谢绝陛下的封赏，是有意推举班勇去西域为王啊！哦，这不是想要造反吗？密报说，
班勇行军时期确实与此有关呢。朝廷待班家不薄，他们何以有此不臣之心？陛下息怒，现在还只是传闻而已，尚无确凿证据呀。倘若传闻属实呢？陛下，传闻属实，此时也不能诛杀班勇了。为什么？陛下天威浩大，区区一个飞驼商队不足放在眼里呀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诛杀班勇，就会将问题激化，反而给了飞驼商队叛离朝廷和西域各部甚至匈奴勾结的借口，那样朝廷的损失可就大了。那么以爱卿之见，该当如何处置啊？陛下，依臣之见，一方面继续羁押班勇，用以钳制飞驼商队；另一方面，派人深入西域进行秘密调查。爱卿所言甚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就交给爱卿亲自办理吧。多谢陛下信任，臣回去略作准备，马上前往西域进行调查。好，西域可是苦寒之地呀，事关重大，臣义不容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偏劳爱卿了。臣告辞。陛下，今日陛下与臣之言，爱卿尽管放心便是。明白，臣告退。燕大侠，谢大人的鼻子果然很灵吧？那当然了，没这点本事，我怎么在京城里当上3品的司寇呢？那么这次，谢大人有何指教？燕大侠，此番西行是否备好了粮草？谢大人费心了。西域虽然蛮荒，但不是刀山火海。路途虽远，我会量力而行。那本官祝燕大侠一路顺风顺水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为多，何为少，适可而止。杨罗大人费心了，失陪了。安总管，我有事要见侯爷。请稍后。将军，请。好。侯爷，小的给您请安了。将军请坐。谢侯爷。有劳将军千里跋涉来到这里，本爵实在过意不去呀。侯爷见外了。刑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回侯爷，还在搜求证据。谢司寇谢大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谢大人让我们善待班勇。哦，班家文有班固，武有班超，也算是对朝廷做出贡献的人了。班家老一代的人都走了，剩下班勇这代人，能照顾就照顾一下。相信定远侯在九泉之下会感激你们的。是。飞驼商队送了你们多少钱财啊？侯爷，您这一句话，我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哈哈，你怕本爵会出卖你们吗？不敢。飞驼商队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的意思也是希望我们善待班勇。很好，本爵也希望班勇
能够在监狱里好好的活着。这全靠侯爷您了。您在皇上面前说句话，要他活他就活，要他死他就死。哼，那你说，我是让他活呢，还是让他死呢？侯爷当然是要他活，这样班勇知道了，会对侯爷感激不尽的。今天是司寇大人的生日吧？是，司寇大人正在府中宴请宾客。哦，这是我给司寇大人的一份贺礼，不过我脱不开身，麻烦你替我带给司寇大人，就说本爵祝他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谢侯爷。小的一定办到。玛瑙翡翠，在。通知侍卫们做好准备，1个时辰以后出发。是，侯爷。这次咱们去哪儿呢？西域。西域，侯爷，我听人家说，那地方白天热得要命，晚上又冷得要死，还有大漠上的风沙，能把人活活刮死。你说的不错，可你想过没有？西域那么艰苦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呢？我没想过。那你想不想弄懂这个问题啊？我只想侯爷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玛瑙，你想不想去啊？侯爷让我去哪里，玛瑙就去哪儿。你们2个呀，一个伶牙俐齿，一个武艺高超，有你们2个陪伴，西域之行一定不会寂寞。走吧。驾。春光融融兮，燕雀盈盈，吾心陶陶兮，乐而忘忧。站住！孩子们呢？不知道，我也在找他们呢。你是谁？我是这些孩子的先生啊。先生啊！快走！怎么没有啊？人呢？这边也没有，这儿也没有。快上马！快上马！驾！他们是不是抓这些孩子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这里的主人。孩子们呢？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一场血雨腥风就要开始了。皇上来了，快点开门！大人，皇上来了。吾皇万岁！
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起来说话吧。臣戴罪之身，不应受陛下如此辱。起来吧。有封疆大吏和朝中大臣联名告你，按照朝廷法度，朕也只好先委屈你了。至于你是有罪还是被冤枉，朕很快就会调查清楚的。臣相信陛下明诏万里，洞察秋毫。有人对朕说，你这次行军失期其实是另有隐情，是吗？陛下明鉴，臣并未行军失期，乃是敦煌太守张朗为了邀功，提前1天行动，结果他遭到了匈奴军队的攻击而大败。为了逃避罪责，他才反诬臣行军失期。可是朕得到消息说，飞驼商队想拥立你在西域称王，是吗？陛下，这是臣天大的冤枉啊！臣对朝廷的忠心，天地可见啊！晚今参见总护法。恐怕燕逍遥已经过了玉门关了吧？一点不错。